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季车杯》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受到罗西亚加乌克兰战争影响，台股大落，即马是报到17000点。另外，这可乐也要起价咯，对29块起到35块。台中轻中街出租套房大火，造成6死6伤。目前台中地区法院甲放火嫌犯，也个主头家受押禁见。讲到香港疫情是未收煞，即马有风声讲香港政府3月底咧强制体检，限制民众活动，限定1户1个人出去赔补助。讲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到当时还未结束，美国主要指数大落，台股早盘就无讲介好，落尾是落353点，收伫16825点。那这股市受到影响，连带着咱的新台票也是落1.12角。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还烧未退，双方到达停战的协议也无重大进展，加上油价大起，大家拢真烦恼通货膨胀的问题。美国主要指数初七收盘拢大落，嘛连带影响台股持续走弱。以17000点开出了后，指数虽大落超过250点，了后有较点一个，不过10点半了后是愈落愈济，午盘要落超过400点，上加有到16764.78点。中场是到353.44点，收伫16825.25点，万七也是走无调。战事拖长、恶化情况之下，第一个油价就大涨。你知道，一般预估如果油价到130之上，美国的 CPI 可能到10% 之上。如果原物料大涨，那公司的生产成本也增加，可能很多企业的获利都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所以你看到股价一路往下跌，是最主要是这个因素造成的。台股早盘持续由电金宽10股领落，其中台积电的股价嘛走低，有甲新台票561块，创下5个月以来的新低。中场收伫563块，落2.26%。除了台股表现无好以外，台北外汇市场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是以28.362块收盘，大落1.12角。战争之后，大家在做一些避险的动作，在金价也好，那在美元的走势上面也好，都是呈现相对强势的状况。那在美元相对强势的情况之下，台币的走势就会相对弱势。外汇分析师表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因为防疫的成绩袂歹，加上出口表现好等等的优势，新台票今年是大起，起的幅度是5.6%。到去年气势也是真稳定，有人讲是亚洲上强的货币。不过，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开始了后，台票最近有较弱，而且美金正做战争避险的货币，按算台票的汇率计数会渐渐无遐尔强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这国际油价出现这要到14年来上介悬的计数，也互咱国内的物价压力是愈来愈大。另外，国际原物料，特别是咱伫食五谷的计数，也会受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的影响，恐惊会继续来起价。而且，咱国内这2月 CPI 年增率也是通过这通货膨胀的警戒线，已经来到2.16%咯。甚至讲到这个可乐已经是连续10年无起价啊。不过，因为官方来表示讲，对4月初开始，这600cc 塑胶罐的可乐也要对29块起到35块。大喙甲灌落去，冰凉汽水饮料，尤其是可乐，是袂少人挤喙大的好物件。即摆传出要起价，而且起超过2成。原本29块就已经蛮贵的，因为我从25块喝到29块，现在又变35块，会觉得有点太贵了。泰国可口可乐，敢若讲除了可乐以外，包括无糖的可乐、雪碧、芬达，也甲美丽果丁，拢会调关售价。目前确定的是，敢若塑胶敢若装600毫升零售价为29起到35，起价幅度超过2成。另外，总公司公关也讲，以开罐的包装原来会当这调关。报纸说有要跳涨，目前还没有接到总公司的通知，还是维持卖27块。食物类的计数也一直起，点心蛋嘛小幅度调整。台东乌林蛋的头家讲，10年前就要起2块，这届因为进货成本压力实在伤大，嘛敢若加小可起1块。车嘛起价，我嘛起价，啊，当面讲起价，你无起1块，那我多啦。也有这间社福团体经营面包店，也讲最近米粉的原物料计数起甲惊人，决定3月70开始起。
我们吐司类会涨10块钱，甜面包或咸面包这种话会大概涨5块钱。主计总处公布，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来到2.36%，也是突破通货膨胀警戒线。另外，行政院所关心的17项民生物资，鸡卵 CPI 年增率将近3成，沙拉油 CPI 也超过1成，面包5.16%，17项民生物资 CPI 来到3.17%。这个月鸡蛋涨29.1%，是近35个月。也就是108年2月以来最高。苏瑞性通货膨胀压力大，英国国内出口表现好，2月份出口金额374.5亿美金，年增率35%，连20行。今年1月至2月累计出口金额已经超过774亿美金，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成长25%。但是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影响，财政部乐观的表示，半导体业积极投资扩充产能，今年第一季可望延续2位数成长，不过后续的影响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台中庆中街这走廊的套房发生火灾，造成6死6伤的悲剧。警方伫今下晡复讯了后，认定这放火嫌犯甲厝头家有逃亡甚至是讨口径的可能性。目前台中地方法院已经裁定收押禁见。真侪住户等到火灾现场看物件，面对这场大火呢，是感觉真无奈，因也惊讲这是讨无赔偿的。这个火灾也显示讲一寡旧大楼的管理问题。台中市都发局表示讲，目前列管的复合式大楼有43栋，有3间唔改善，也会照这法规一直给人发钱。重新登到新中街的火场，住户来收会当用的个人物品。知影大火原因技术认为放火，不少住户无奈只好搬走，也烦恼唔知要向什么人要求赔偿。继续住在这里？不会了。所以有考虑搬其他地方？对，正在找房子。啊，你们之间的纠纷牵扯到我们这栋来，你一个放我，害我家无家可归，那这笔我到底要找谁要？台中市新中街的主体大楼前日发生大火，警方以杀人、甲公共危险等罪嫌，将涉嫌放火的姓地查某人、甲姓庄的厝头家移送地检署复讯。检方复讯了后认为，地庄2个人有逃亡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本署检察官调查后，认为相关的事证认为本件被告涉嫌杀人及纵火罪嫌重大，我会跟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家大火也烧出老旧大楼管理问题。根据台中市府都发局统计，去年10月起到今年1月，有43栋复合式大楼因为建筑甲消防安检无合格，封闭管，目前也有8栋改善中。5座大楼是因为它的改善的经费跟工程比较多，所以它有申请展期。那有3家的部分没有改善的这种意愿，我们已经做裁罚。都发局表示，建筑管理部分已经改善35个，3个已经依规处分，5个核准点烟改善期限。消防管理部分已经改善35个，8个核准点烟改善期限。另外，这摆大火是囤积的回收物造成火势，环保局也只会当对公共区域影响公共卫生的部分进行清除。市长罗秀燕也表示，将推动修法。那我们是不是要自己修法，或者是全国一致的法啊？也许请立法院来审视。罗秀燕表示，目前的火情法对于私人空间无强制规范，所以对于私人主体的囤积行为已经歹执法。并且中央修法必要时阵也会订立驻地条例，提供法官依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进前高雄城中城大楼也同款发生火灾，造成真严重死伤。这栋大楼即马要拆掉起公园路，不过这施工的噪音甲影响互附近的民众是感觉真困扰。市政府已经要求施工的厂商就要赶紧来改善。另外，高雄市政府对今年开始要甲8楼到15楼的住户来做是这个公安申报范围内，而且是头一届提供申报大楼的补助金有到16000块。也因为台中这套房发生火灾，即马也要稽查这高雄市内的非法路管。来到立管的家属社稽查，消防人员检视多项设备，都因为台中新中街旧饭店改装的出租套房火警，造成6死6伤。高市府市调集干部消防观光等局处开会，将全市135间非法旅社甲818间家属社列为清查重点，其中80间6楼以上的20年高风险家属社是消防局清查主力。高风险场所规划在3月底前
就全面检查完成，处以罚款，那或是说甚至是说如果他还是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就会连续处罚，甚至是说会停止他使用那个部分。高雄市商局表示，违规款道唔改善，会当连续罚出头家每摆6000至3万，也罚代金30万，甚至会同相关单位断水断电等处分，希望避免大楼火警而造成人员伤亡。去年城中社大火了后，大楼被拆掉起公园，不过公平声音为时间以来就一直传出。虽然市府伫拆除进前，捌提供附近住户每户100块来管价，感谢礼盒，不过逐礼拜爱听6公的噪耳声，互民众挡袂掉，时间的土粉也影响店家做生意。因为它那个沙子有时候会跑过来这边。橘子300块啊，一个礼券100块，有用吗？工务局针对土粉罚厂商6000，环保局是以空污法告罚厂商，裁罚至少10万。城东社大火造成46死，也予市府将全市4层栋8楼到15楼大楼纳入公安申报范围。原则上没申报的，我们就依照建筑法相关规定来开罚，那最高会罚到30万。市府到4月底进前提供头一摆申报的大楼相关1.6万补助，希望借此鼓励社区申报。到初二为止，已经有1480栋申请。大楼管理单位表示，有补助当然有帮助，不过健全管理的大楼本来就会定期规划公安申报，不过市府立管增加强制性是有相当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3月初3发生全台湾大失电，这件事故也予台电董事长甲总经理辞职落台。目前由经济部处长詹文生兼任代理台电的董事长，也那总经理的部分是由王耀庭接手。另外，在野党也要求讲，这经济部长王美花就要辞官，担起政治责任。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肯定王美花的能力，要甲继续留落来，而且要求讲，伫咧6个月内就要提出改善电班的相关规划。接过应讯，经济部处长詹文生兼任代理台电董事长。詹文生笑讲，家己是家量无加计少，因为台电当伫基础换新的阶段，嘛有换人员。2025年会有超过一半是新人等等的变化。就任了后，会注重人员的训练甲电网的建立，以持供电稳定，对着经济发展甲减碳速度。派次长来这边兼任这个工作，事实上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希望相关电网稳定的工作能够跟各位一起打拼，不是只有事业单位，而是政府部门来跟大家一起打拼。除了讲理念以外，嘛要求更甲台电员工的距离，因为伊是伫因老爸去互台电派去台南站文水库的时阵出世的，所以号名文生。也那3月初3全台湾大停电，因为府离开董事长的职务，也那总经理嘛由王耀庭来接手。台电同仁身处的压力跟责任跟使命有多么巨大了。经过这些风暴之后，那么我们会浴火重生，会做得更好。3月初3大停电，台电的高层人员有真大变化。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自请处分，在野党立委强烈要求王美花落台，负政治责任。行政院长苏贞昌佫一概替伊讲话，强调王美花留任是因为伊的施政能力，嘛要求留落来解决电网的问题。王美花部长有再次跟我表示要负起政治责任，但我要求他把操作、管理，甚至于电网韧性种种的问题，6个月内来找出来。经济部初7已经完成3月初3停电事故的检讨报告，而且交予苏贞昌。立法院嘛要求讲，苏贞昌爱伫咧3月底进前，针对3月初3大停电的事故，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甲备询。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个本土病例，其中有6个是甲高雄自助餐传出来这旅游团有牵连的。也因为咱国内疫情也未完全稳定落来，指挥中心也是鼓励民众爱赶紧去注疫苗，而且也宣布讲，对于明仔载开始要开放第26期的疫苗预约。疾管署的官方网站也要推出疫苗地图，会当互民众会当查到会当注疫苗所在。国内新冠疫苗注射持续伫进行，指挥中心宣布，初9开始开放26期的疫苗预约，为了让大家较方便做，佮建立 COVID-19 防治1万通疫苗地图，无论第1期到第3期疫苗，拢会当伫这个系统查询。我们有做了2个不同的页面，一个是查这个1、2剂或查这个追加剂，这个部分就是让他有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就可以
依照他的需求去做哦。国内七月阁新增加8例新冠本土个案，其中高雄自助餐摊开的旅游团案疫情阁扩大，有4例伫台南，案21-031至20-034，至昨日确诊的案20-974，航空接驳巴士港车人员。有病患还有陪病的人，那基本上都是因为人跟人的密切接触哈。那座位上的接触，那密闭空间的接触，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传染。高雄的2例案21-037-21-056是翁仔某，因为案21-037捌去这节工作的美发店甲头毛被感染，佮为何做伙大的红晒，而且是互人考虑隔离了后阴转阳。另外还有2例是案21-035、案21-036，因是案20-089做伙大的亲人，伫居家隔离满前采验确诊。那在隔离当中并没有出现症状，到期满的时候才检验阳性哦，所以这一部分是并没有导致这个社区当中进一步需要被匡列隔离的人哦。因为国内最近出现游览车旅游团感染的事件，经过疫调发现案20-913捌甲新北设计师案相关确诊个案有接触，不过迄个时阵无可能，互外界质疑疫调作业有疏信。确实，每个人在生病的期间是有可能会回想不出一些事情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辅助的工具，比如说透过手机、足迹等等警政协寻这边去找到可能遗失掉、没有记起来的一些细节。罗义军表示，疫调人员经过2年疫情考验，已经无认出相关的机卡，而且病人破病期间可能无法度回想确实的代志，要讲谁有问题，这无必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进前逼出本土疫情，不过即马渐渐稳定了后，这游客也渐渐转去到基丁啊。市政府是希望讲这恢复的速度会当更较紧。今仔日宣布振兴方案，一直到8月底进前，这游客若坐船去到基丁大饭店，拢会当摕到基丁券。户口伫咧基丁的民众也通领到300块的基丁券。另外，桃园市政府即马也开始要甲旅行社合作，希望会当振兴桃园在地观光。游客坐渡轮到基丁佚佗，各个几工只要坐渡轮就会当领基丁券。真无简单，停过高雄港以前，基丁店家为2礼拜连假到达，生意慢慢转到过去5、6成。为了加速重振当地经济，市府抛出基丁振兴方案，包括对涉及基丁的居民普发300块基丁券。不仅仅是感谢旗津居民，也邀请旗津居民一同来加入我们振兴旗津的行列。包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旗津的黑沙玩艺节，还有今年为旗津设计的美食啤酒节。观光局逐礼拜拢有活动规划，将一直延续到歇热8月底，要吸引游客。经发局也宣布3月12日到4月初5，游客坐渡轮也是合作旅行社游览车到基丁省，都会当领100块基丁券。那伫当地多数阁增加200，相关接到消息，欢喜放炮啊庆祝，唔忙停掉甲停掉，赶紧转来。搭配我们原本协会在4月中就有要办的吃通海活动，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地方自己的努力，然后加上市府对我们的挹注，这样可以把活动做到最大。多100块来这里花啊，小朋友喜欢坐船 ，OK 啊。不过受疫情影响的，唔那基丁，去年总游客数哇3000万的汤圆，受报道事件甲实际经济影响，去年游客数下降8%。即马疫情转好，汤圆也甲旅行社合作，要进行旅游。我们会用大概将近2000万左右的这个振兴预算，那我想会带来很大的人潮。桃园市府伫疫情了后推出4大振兴计划，除了龙景特色旅游，也包括常驻伫桃园、2022桃园金牌好游，变数1+1等，更较恢复桃园购物节活动，希望趁疫情稳定，吸引观光人潮转来，也抢攻最后一波5倍券甲国旅券，提振桃园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这2个国家进行第3届谈判了后，除了是人道走廊的部分，其他的方面是无共识的，甚至有风声榜样讲，这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要离开基辅去道歉。不过，这泽连斯基伊本人是强调讲，绝对袂离开，而且2个国家的外交谈判也袂停止。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按算伫初10的时阵，会搁再进行会谈，是希望讲所落来的元首高峰会会当。让这场战争赶紧结束。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挥表演专长，以手机啊家己翕伫基辅总统办公室内，随后录电视演说影片。一方面强调绝对无脱离基辅，一方面继续批评俄军阻断人道走廊，破坏脱离战区民众的进程。
面对北约各国官方无愿意派兵进入乌克兰协助对抗俄罗斯，有未少有军事经验的欧美军人，自愿专工去乌克兰作战。And basically, we're here because of the war crimes that are being committed. Obviously, the president asked if he can help, and I started to think about it, and then I started to read the war crimes, and that's when it gets sickening. 当然，俄罗斯未讲唔知影，已经有大批外国人入境加入乌克兰军方阵营。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Дания, Латвия, Польша и Хорватия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 разрешили своим гражданам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легиона планирует направить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этнических украинцев для помощи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По заявлению Зеленского, на Украину ожидается прибытие около 16 тысяч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к уже имеющимся, чтобы компенсировать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ые военные провалы украинских силовиков. 除了战场相战，双方的外交协调也无停。俄乌两国外交部长有定车集先会谈。乌克兰方面指出，泽连斯基无放弃甲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面对面的机会，也毋过俄国对此还未做出回应。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西方国家为着要制裁罗西亚，拍算要禁止对罗西亚的进口石油，也因为伊朗的原油无法度伫咧国际市场顶头交易，却因为安尼生，这风声一出来，就造成这国际油价已经起到这14年来上介悬的计数咯。美国白宫方面表示，甘要禁止罗西亚的石油，因是还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国际油价初七全面大起价。纽约西德州原油大起3.72块美金，一桶是119.4块美金，盘中甚至加悬到一桶是130.5块美金。也那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是起5.1块美金，一桶起到123.21块美金。美国国内汽油的计数，初七嘛起到1加仑6块美金，算的等于是一日都要台票45块，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后面将是强要制裁袂掉。I don't see why gas prices should go up because of our involvement in the Ukraine. I mean, yeah, if they want to support them, fine, but why do we have to have higher gas prices if that's the case? 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战事拖烧要2礼拜，美国初六表示可能会禁止进口罗西亚的石油，加做进一步制裁措施。不过，罗西亚每一天伫咧国际原油市场提供700万桶的原油。罗西亚的副总理诺瓦克初七表示，西方国家若是真正拒绝罗西亚的石油，到时国际油价可能会起到一桶300块的美金。也那白宫初七表示，敢会禁止进口罗西亚的石油，抑搁当地的讨论也未定案。Well, no decision has been made at this point by the president about a ban on importing oil from Russia. Well, the president's message is that he is going to do everything he can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American people, including the price of gas at the tank. 受到国际油价大起的冲击，初七美国三大指数嘛遭受到影响，道琼工业指数是大落要800点。事实上，国际油价进入2022年已经大起60%，连带地区其他的物件嘛起价，那影响经济成长，嘛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也无停歇的现象，加上伊朗嘛因为核能协议破局，一直无进入国际石油市场的供应链，国际油价会持续加悬。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人讲战火无情，这罗西亚拍乌克兰到今已经是第13天咯。波兰一声走入来上百万个乌克兰的难民，敢若靠政府是力量是无法度的，要真侪民间团体出手来协助。而且这波兰的天气是无啥稳定，定定伫咧落雪。这个时阵上界基本的穿雨衣、食好饱，就是对因上界大帮助。现场看到一车一车载过来物资，袂少是新买日用品。波兰民众的爱心真踊跃。不过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也持续，克拉科夫议定后壁也阁有几落百人至上千的难民会入来，所以这位物资站会继续1礼拜7天持续运作。Gotowe jedzenie, które można od razu podgrzać, czyli takie w słoikach zwłaszcza szukamy. Mydło wpłynie na pewno, dezodorant i przede wszystkim woda, która stoi tam na przykład na paletach, to zbieramy. 食品、药物、药珠啊，这日常用品、清洗的衫需求量上大。目前伫全波兰各60个城市，礼拜六拢会举办收集物资。伫首都华沙、克拉科夫这主要的城市，平常时嘛会当找到10外个收发地点。细一粒湾就会当领到物资。袂少乌克兰难民当地拣物件，其中为边境城市利沃夫来的奥克萨纳。
带后生甲2个查某孙行行公公倒篮，战争前开车入去波兰，领顺利，较免2点钟就会到。即届因为战争，煞足足开4天才到。 4 доби добирались. Да,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е черно. Пробки. С детьми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Шоколадок не їли, 100 років шоколадки не їли. Ну, поляки очень добрые люди, помогают всем.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на улице не будешь жить, что-то надо кушать. 看这乌克兰难民逃出集权国家白俄罗斯的伊丽娜，特别有同款的感受。已经不是头一届来，并表示会搁采买物资来捐。 Знаете, уже неделю идет война. Ехала из Беларуси года 3 месяца назад. Тоже бежала от режима, который у нас сейчас в стране. 为了方便难民领物资甲民众的捐赠，甲官方合作，伫波兰专境会当使用公车买票的 App， 而且用正醒目的方式提醒民众会当找找上近的物资站。民间共同努力来应应这些难民。不过 NGO 创办人表示，敢若靠志工已经无法度了。伊质疑阁希望政府会当有进一步的对策。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香港的疫情，因伫咧初八时阵，搁再增加28000多人确诊。即马有风声讲，因香港政府要伫咧3月底，全香港拢爱强制去做一个体检，而且可能限制民众行动，限定1户敢若开放1个人会当出去外口买物资。因为四处都是中了的人嘛，大家都是四处跑嘛，好像是没办法去回避，没办法避免。 去中这个 COVID 只是早还是迟的问题。原来表示，这会当甲病毒共存。香港第5波疫情大爆发，初八增加28475例确诊，累计确诊达到52万。香港的张先生接受公司时讯访问，表达对疫情继续的看法。伊2月初做检测确诊，也毋过港府一直到10天了后才通知变动的防疫措施，互伊毋知要怎遵守。 其实是完全没有人去处理我们的，直到10天他才给那个结果给我们，先说你是中了，可是我医生10天之前呢，我已经康复了，我已经好了。目前张先生伫厝工作，尽量避免出门，生活也无受到影响。也毋过港府有过3月要做全民强制检测，日期可能伫3月26实施。张先生表示，不少人烦恼到时阵大家关注，敢是搁增加感染的风险。有很多的朋友也告诉我，他很害怕，就是平常的生活是没有事，可是当我去到那个强制的检测的时候了，多人在一起会不会很危险？香港媒体报道，港府推全民检测期间，传出会实施有限度禁足，只容许一个家庭有1个人会当外出买需要的物件。当地北京出席2会的政协委员高永文，佮表示已经向政协机关提案，建議喺香港落實全面禁足，即係當地第一時間阻止疫情。有效嘅保護措施，咁啲病毒就冇辦法去傳俾第二個人。今次全面禁足無得到證實，港府強調全面檢測期間也未全面暫停公共運輸，也毋過運力會下降。到時陣全面檢測，有希望找出未少烏數。港大上新的掠算，到初7，全香港已經有184萬人感染。記者綜合報道。在咧東非的伊索比亞，到今已經發生16個月內戰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伫初7表示，在伊索比亞的空軍發動空襲，地區北部有300個人死亡。雖然伊索比亞政府唔承認因有攻擊民眾，不過因國內情形是愈來愈亂，甚至反政府的武裝組織也去互指控講有抄襲民眾行為，這通報案件就300多件。厝頂轟炸掉，兩條東島西歪後悔厝因為空襲變成廢墟，繼續16個月伊索比亞內戰，造成上北部提格雷州人民要幾時等。而咱這個遺體只會當暫時用毯仔蓋着，進行簡單的宗教儀式。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指出，當地已經有304人死亡，373人受傷。Multiple airstrikes apparently carried out by the Ethiopian Air Force, ETAF, in Tigray resulted in civilian death and casualtie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ivilian property.
伊国内战2020年11月爆发，中央政府对战提格雷州的人民解放阵线，当地砖头风屠杀，救援物资真歹进入，面临饥荒。也毋过人民解放阵线是转向青海搁较南边的阿姆哈拉州人民。 Our office received reports of 306 rape incidents by Tigrayan forces in the Amara regions between the 1st of November and the 5th December 2021. Most of the reported survivors were women, a small number were men. No heinous atrocity will go unpunished in our country.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初次伫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虽然伊国政府再次否认攻击平民，反政府组织对性侵人民的指控无愿意回应。 也毋过，幸存者见证两方面的战报，也互理事会直接指出，内战后伊国人权受到严重侵害。记者综合报道。 有真侪国家对罗西亚提出经济制裁，罗西亚即马也公布一份对因无友善的国家名单，而且规定讲，敢若会当用铢做交易。这个无友善的名单内面也包含咱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台湾是一个国家，全世界拢知影，也强调讲，若准有民众厂商受到影响，政府会当甲伊斗相共。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未少国家释出经济制裁。即卖俄罗斯嘛宣布要反击。根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讲，俄罗斯有批准一份无优先国家甲地区的这个黑名单，即款来甲咱点油做记号，包含有美国、英国、瑞士、日本、韩国。 台湾嘛伫个内底，更加伫台湾后壁甲避驻中国。解说讲，台湾从1949年了后，国互家己的政府统治，即款的解说方法嘛，有网友甲解读做俄罗斯是承认台湾独立。台湾是个国家，其实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对于因为俄罗斯这样的动作，如果国人同胞产业厂商有受到影响。 政府自当协助。俄国的政府讲，根据这项法令，俄国的民众甲企业含这个无友善国家内咧做交易的时阵，拢爱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来批准，而且一律用俄国的货币卢布来做支付。学者分析讲，虽然这项指令无禁止交易，不过伫个卢布差价这款情况下，台湾冲击的是进口俄罗斯的土炭。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台湾现在首当其冲的大概第一个是煤炭，因为台湾现在从俄罗斯每年进口煤炭大概从500到接近1000万美金哈，但是因为指定卢布交易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等同于台湾没有办法，会很困难要再继续跟俄国进口。 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有发生困难，我们会有相关的跨部会的一个机制。OK。因为俄罗斯毋是咱台湾主要的贸易对象，学者分析讲，安尼受到的冲击无大，经济部嘛含外交部拢来表示讲会做好各项的评比，确保讲供应链袂受到影响。也若驻俄罗斯的代表处是毋是会受到影响？外交部强调讲，目前一切拢是正常。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教调14天的新制度，这头一批已经开始训练啊，到达已经是第4天咯。接落来要进行这5公里的行军训练，这后备军人就要早着这穿，还佫穿着基本的装备，训练因搬山过岭。未来这3天就要行22公里。不过，就立委质疑讲，即马做兵做4个月尔，退伍了后才教调14天，对这真正的训练是无啥帮助的。不过，国防部强调，教调是训练因，甲台湾每一个角色当作是 战场提升防卫作战的能力。戴头盔、下腰带、手提龙武克日步枪，真有精神向前行。会当讲历史上忝的14天新制教调，头一轮教调第4天课行军课上场，陆军206旅新制教调营初八头一遍实施战术行军。 教调员穿轻装野枪，为桃园路德山区出发。因为疫情的影响，全程拢爱挂嘴暗，对体能来讲是一大考验。 强度方面当然是会让你觉得疲惫，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如果说让你觉得很轻松的话，代表说这个训练其实根本就不扎实嘛。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愿意挺身而出，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家园挺身而出。野青警戒清查武器状况，教调员行2.5公里到公庙，确保四周围安全，才会当小可休困。10分钟后，搁启程返去营地。会不会累啊？ 还行，谢谢哦。拢总3天的行军总长度至少22公里，为了提升部队机动能力，国防部强调，顾虑到安全，有安排救护车对你行。
我们也会安排在行军的过程当中有各种状况的处置，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体能适应方面，先让我们的训员都能够体会。另前立委讲，韩国征兵制2年至3年，咱台湾做兵4个月，退伍了后才教调14天，是低头唔顾顾也无能，对战力的提升有限。台风防卫作战的特点就是处处是战场，实施做训练。那我们教招部队的责任就是要熟悉它的作战环境，所以我们的课程规划，它除了以战术行军之外，另外配合有战斗教练、射击训练、夜间教练、野外宿营，是一个训练的循环。国防部表示，第一批教调报道率达到98%，显示国人真支持。透过训练，让教调员熟悉过去伊的专业。针对选管机制，让人质疑无公平，国防部紧培会教调选员采用电脑抽签，绝对公平，是以后替先用。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今仔日正式公布修订了后的高中生校内时间规定，对今年8月初开始，一礼拜调回上济17天，这也代表讲其他日仔8点10分进前到学校就会使，而且早自修甲第8节课拢是袂当考试的，必须爱尊重学生的意愿，而且这全国的公私立高中拢爱遵守。高中生早起要困无饱，都要赶7点半去到学校。这款的情形，伫今年8月份开始的新的学年，伫高中都会有真大的变化。教育部公布高中生伫学校时间规划修正办法，升旗典礼一礼拜各加一届，其他的时间只要8点10分进前到学校就用的。周3的时间是那个学校的朝会日，那一天又碰到了国定的假日的时候，那当周其余的时间，人应该就是由学生自主规划他的学习活动。一礼拜有4天，伫头一节课进前的时间，会当家己自由来规划。有学生是感觉真欢喜，不过嘛有人感觉无差。其实是蛮开心的，因为这样以后就可以睡比较晚。早自习时间其实不长，不管在家还是在学校，这段时间我应该都是拿来读书。让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利。另外一个重点是早自习甲第8节课袂当摕来考试，若毋是规定爱上课的时间甲课程，就袂当列入去敢有出席的记录。教育部讲，就算是做练习，无列入去成绩的计算，嘛袂当伫早自习甲第8节课的时间来进行。去考这件事，我们是直接说不行。影响到了可能的变形，这些我相信学生都会提出申诉。我们这边也先讲了，这些是不行的。成绩的采集与否，跟我测验实施这2个部分不一定画上等号吧？怎么样能够充分利用，以及能够呼应家长对我们学校的一个期望。部分的私立学校对新的政策是乐观其成，不过算是持保留的态度。也若教育部是几下届强调讲，离正式实施还有1学期的时间，会持续甲学校来沟通。等实施了后，无论是减息或者是定期的差息，全国公立甲私立的高中拢有效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主管这个所在，伫较早，因遐边境5个大人内面，就一个人是感染到4型肝炎。3年前，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的内科团队，伫咧主管这个所在设立体检甲治疗门诊，总共治疗360个人。这4型肝炎的治疗率有到99%。伊抽的检查着啊，讲我时间你干啊，治疗个这差不多讲，才1点。70岁的先生一当前才知影家己得肝癌，家在才4公分大，开刀治疗，即马人已经健康。伊就是主肝人，当地得4型肝炎的人至少有2成。伊会当提早检查治疗，是因为高医团队甲体检甲治疗站搬来渔村的活动中心，逐户的一个筛检。那第二个，我们提供在地的治疗，所以民众呢，他只要呢大概骑摩托车2分钟就可以达到筛检站，2分钟就可以达到治疗站。这3天来，高医针对2个高风险的里，拢总体检5731人，治疗360个心肝病人，包括6个肝炎患者，治疗成功率有99%。因为目前台湾有上新的治心肝的药啊。另外，高医嘛发现，真侪心肝病人甲带原者完全无病症，甚至肝的指数拢正常。有 C 型肝炎的病人，有一半他肝功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传统上先做肝功能 GOT、GPT 不正常，以后再做 VC 肝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是所有有风险的这个民众都应该要接受终身一次的 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检查。国健署嘛有提供45岁以上的民众免费的乙肝、C 肝的检查，C 肝病患若较早治疗，就当避免肝硬化、肝癌。记者邓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根据着国健署的调查，讲有94%的妈妈拢想要饲保奶，不过妈妈常常因为这上班困眠歹、压力大，致使这奶水无够。国健署这几年也要推动这保囝亲善医疗院所，协助妈妈伫生产了后，会当有一寡饲保奶的资讯甲协助。医生也鼓励这妈妈饲保奶，也通好来降低着奶癌抑个卵巢癌的几率。妈妈生囝了后，奶头的神经会传信息，互大脑的脑下垂，刺激奶素生产，对血流去奶房，才个出奶水出来。根据国健署109年管饲母奶养饲计划，有94%的妈妈拢想要亲身饲，不过袂少妈妈伫咧产后，因为困眠歹、压力大、奶水少，饲奶的意愿嘛降低。通常在临床上真正遇到一些奶水不足，其实很少，而是妈妈通常是自觉奶水不足，所以她因为这样而失败。参加支持团体还是找对医护人员去帮忙你，这才会成功。喂母奶虽然说刚开始会真的蛮辛苦的，可是因为其实看她吃的过程中，就是都会觉得满足感跟安全感都会比较大，她真的很少感冒。有早产的妈妈透过亲善病医服务成功饲奶，医师嘛表示，母奶唔但对红婴仔的脑部气化发育真重要，妈妈得癌的比率也降低。婴儿方面的话，因为有母乳的里面的一些很多的这个活细胞啦、免疫细胞，减少他们的生病、乳癌的罹患率啦，还有卵巢罹患率都可以降低哦。过去大概整个母乳率大概是占了37%啊，母婴亲善的医疗院所，那个涵盖率。过去来讲，我们已经在22个县市都有，那么已经达到我们3/4的baby 都已经在这个亲善医院里面来了。台湾推动母婴亲善医疗院所的认证制度，对101年的38间到110年已经增加到163间，涵盖全国出世人数的73.4%。国健署表示，这阵亲善医疗院所继续在咧增加，希望提供妈妈更加完善的照护。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3月初8是国际妇女节，卫福部伫今仔日举办展览，让大家看到咱台湾伫各领域的女性为着环境保护伫咧拍拼的成果。用牛仔布车的鉛笔袋啊，甲饮料杯袋啊，看起来真素常。不过这是回收废弃的牛仔裤所做，唔若环保，这就正是2度就业的妇女。妇女团体嘛提供因相关的训练课程，就培养教他们美感啊。还有色感啊，什么全部都要从头起步来带这一群从来没有踏出家门的妇女，有时候带着宝宝一起来上课啊。另一边是甲连锁咖啡店合作，甲原体袋、咖啡豆的抹布袋啊，交予妇女重新制作的文创商品。废弃抹布袋上，我们是特别请中高龄妇女或者是特殊境遇的妇女，对布艺有兴趣的一些爷奶，他们可以再次的投入这样的职场。卫福部伫3月初8妇女节，为这群体环保尽心力的女性办展览，希望大众看到台湾女性伫环保上的努力，嘛对国际趋势斗阵行。近邻台湾女力行动，那其实这样的主题也是在回应今年联合国的妇女地位会议讲的，就是我们要推动女性的性别平等，然后要创造永续的一个未来。开展记者会嘛，播送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的祝福影片，除了庆祝妇女节，嘛讲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感谢来自台湾各领域的女性做伙拍拼。记者郭君丹保罗台北报道。3月初8妇女节，红帽仔协会伫咧台北嘅国家妇女馆推出记录女性过去的故事展《阿嬷的歌》，透过访谈看无共时代女性对过去的想法甲记忆，嘛了解到身体甲性别议题。伫布的顶悬写各种对过去的祝福，无讲你可能唔知，这是阿嬷迄辈古早时咧用的炸布。那我们去采访了阿嬷们呢，她们可能60多年前用的东西，就像是这种用破衣裤做成的布，那它叫做月事带或者是月经布。
红毛仔协会开一档的时间访谈几来阿嬷甲因的查某囝孙，记录3代甚至4代女性的生命故事，用台文、华文相谈，探讨因对过去的理解甲记忆。有阿嬷讲到过去的时代，过去真无方便，嘛惊人知。其实我们一开始去访问他们，他们都有点抗拒，就会说：“哦，这做拍摄，就是这更小的代志，那也是在讲。”可是我们会发现，月经这件事情，其实跟着阿嬷们经历了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红毛仔协会表示，这头家记录阿嬷过去的故事典，冒出册，除了要互女性更加了解家己甲身体的关系，嘛希望大家关注性别、身体议题。记者陈嘉文、李福凯采访报道。今仔日是3月7日国际妇女节，就算全世界拢伫咧话讲，这男女就要平权，话真久啊，也受真侪国家的女性伫妇女节即天上街头抗议，亲像玻利维亚女权团体讲是要替性暴力受害者讨公道，也那意大利的部分是推动女性外送服务，争取女性的工作权益。甲无推课后开始爬上天门。3月7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玻利维亚女权团体组织替性暴力的受害者讨司法正义。玻利维亚是南美洲内底女性因为性暴力和杀害比例上悬的国家之一。2021年就发生100多件性侵杀害女性的案件，有超过46000件甲性暴力有关的案件，甲37000多件家庭暴力。白色狗使用550公尺长的鸡龟仔背船，袂当局无注重女性遭到性暴力，造成每一天拢有10名女性死亡，诉求女权的平等正义。李代理是有去年10月成立的外送企业，请的员工拢是女性，除了解决女卖失业问题，嘛争取女性外送员的工作权益。Noi siamo nate per promuovere l'occupazione femminile in un settore, come le ho detto, in crescita. E siamo un staff di riders donne, tutte assunte, tutte tutelate, che ci spostiamo anche con i mezzi elettrici. 第一代理只有5趴的外送员是女性，这间公司除了只聘请女性员工，和外送员工的薪水不是一件一件算钱，是用定期合约，而且有正常的休假才会福利来聘用。如果未来会开分公司到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另外，伫美国有固定乐团、小提琴家、作曲家诉求反性别、反种族歧视。根据美国高雄乐团联名的数据，有达到86.8%的高雄乐表演者拢是白人，也就 A 只占9.1%。另外，负责重要职位的女性比例嘛增加，和女性音乐家积极争取固定音乐内底的女性地位。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教育部推动中小学数位学习，希望各中小拢会当有网络加数位设备。家己县政府嘛配合伫咧埔子国小成立数位学习办公室，希望透过专人的规划加管理，对学生打造一个更加完整的学习环境。利用数位设备来学习。老师透过荧幕和聊天会当来互动。家己县埔子国小成立数位学习专案办公室，未来毋但要负责家己县线顶教学甲数位学习的业务，阁会训练所有各中小的老师，会晓用这样物件来教学生。一般的课本需要你亲自来阅读，但是英才网它的小人物会告诉你如何解答这一题。更大的优势是说，我们透过智慧的诊断，可以把每个孩子不同的学习路径、不同的学习差别，能够在这个数位学当中去把它弭平。家己县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希望数位学习的推广，会当互偏乡的学生学习袂受到空间甲时间的限制，而且佫会当增加学习的兴趣。那因为加入这些平板的融入课程呢，孩子们他们从不喜欢课堂到非常的期待课堂上今天到底要上什么样的课程。受到疫情影响，网络数位学习的需求豆豆增加。家己县政府指出，专人办公室启用了后，为设备甲课程未来拢有专人负责。希望扣紧甲都市的数位落差，增加学生学习的竞争条件。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音乐的旋律是多变化，会当演奏生活当中的各种滋味。为着要互偏乡的囡仔有丰富的音乐资源，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对去年开始办理着偏乡音乐巡演计划，透过音乐家的演奏甲分享，要互音乐声传到台湾每一个所在。改编台湾民谣、南洋舞曲、活跳、趣味旋律，未来会伫台湾在一间学校进行演出。
这是团结中心第2年举办的偏乡音乐巡演计划，今年安排台湾多元族群的音乐，和学生体会本土乐曲的美妙。3月15日开始哈，就会先到第一站是苗栗的这个鲤鱼国小。那么我们会呢有老师呢来做的演奏之外，我们还会有导聆解说，让呢这些小朋友们在聆听音乐的同时，能够更认识音乐所带来的意涵。卡琴音乐家李德音带领偏乡巡演团就山落海去台湾的偏乡国小演奏。李德音讲，上久的路途往回到14点钟。但是囡仔对音乐的兴趣，就是上大的鼓励。要安尼有一场音乐会，对因来讲是无啥可能的，因为因的所在实在太偏僻，所以咱把咱的乐器安尼搬去，互因看，互因听。我想呢，这是对因上大的一个大影响。那偏乡的资源相对比较匮乏，那这样的一个资源到学校来。它其实可以开启很多孩子看向世界的窗。今年的偏乡音乐巡演计划为3月15开始到5月中，分别会去新店、五峰乡、道山国小等10间学校巡演，希望音乐声传遍每一角市。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3度到24度，表弟到云林对12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